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之子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寒流造成农业损害严重，南部已经有卡马岛早啊受到损害，伫薰林的气温啊，恐惊会有大量的鱼啊死亡。前副总统陈建仁已经接受蔡英文的邀请，加入民进党，今时要来接疫情指挥官咧。苏贞昌表示，指挥官无要换人。迄人接温伫路线伫今仔日定案10年后，若准通车，会当甲台北站有的南港站，抑个代替高铁的南港车头接做伙。讲到这阵寒流，有人讲是入冬以来上界寒的寒流，这也互咱台湾各地头拢出现农业损失的问题。就像高雄美浓的卡马岛，拢因为这天气一直落雨，这卡马岛是感染到病菌，变做是乌骨。寒流来到，为个当着落雨，伫屏东的枣啊也当咧采收，这雨水也互枣啊逼开。另外，伫薰林的气温啊，若阵这鱼啊寒是袂随冰度浮起来的，整体规划就要听候到天气稳定才会知影。看起来还没有成熟哦，你看这个那个花萼哈，已经开始要缩起来了。碰到逼开的塔马岛真唔甘，原本找年龄大台收成的塔马岛园，因为过年期间一直落雨，地势高雄美浓的塔马岛大约8成着着暗夜病，无到半个月就规大片大黄，这2天佫拄着寒流甲落雨，和农损佫较严重，根本就来不及去把它发病的处理掉，好，那之后又阴雨绵绵。连续2、3天的啊，好，所以像你看这个哈，它之后就会枯死啊。黄新华2分地的塔马岛有8成拢着病，无法度采收，互伊真无奈。也毋过暗月病主要是因为温差甲水汽等因素造成，农民根本就无法度避免。真毋望政府会当补偿。除了高雄、屏东当咧采收的蜜枣，共款受到航海，甲南澎湖之苦比较严重。裂果的状况差不多占整个2成左右了。温室。几乎申请不到，看得到申请不到，那都是去年没有执行完的列为优先。农会呼吁政府补助农民去更样式温室，保障作物无因为天灾受损。也毋过寒流毋但互农民困扰，云林当地未少鱼粉啊是蛤蟆人杀白鱼池，为了防航海，养殖户将灌水费抽地下水增温。保寒流就暗时就爱来开啊，暗时就来开井水开哦行啊。这地下水会烧啊，也当上过身才达死啦。因为鱼冻死了后，未随浮出水面，具体的灾损恐惊爱寒流过了才会当确定。也毋过所内佫有一波鸡粉，用是互赶紧人工高青旗，都惊食青旗的杀白鱼拢冻死了。伤济青旗爱将蛤蟆也翕死，地势灾损佫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县山区，这2天温度是无到10度，来学校上课囡仔一直伫咧化寒。虽然讲这教室内面有按这烧气，也已经完工了，却因为验收的程序还未完成，这烧气装伫遐，敢若会当看，却是袂当使用。明明规身躯已经包甲白皱皱，学生伫教室内底赶快赶甲皮喘，老师赶紧传烧茶互学生啉。原本教室内明明有装烧气。却因为也未完成验收，佮未使开。这个太冷了，比较太冷。目前还没有办法因为还没有全面验收。很冷的时候啊，我们会帮小朋友准备这个桂圆姜母茶，提供给本校师生大家饮用。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发给每位小朋友1人1套这个3合1的，有毛帽啦、围巾，还有手套。来教室外口准备上体育课，看大家一直跳来跳去，都安尼跳，身躯才袂冷叽叽。教育处讲，验收完就使开始使用烧气，目前会宣传其他保暖的物件给学生。现在5月份来统一开放哈，那没有关系，因为天气这么冷，我们学校也为学生准备了相关的暖包，还有姜茶哈，而且特别提醒小孩子要穿暖一点哈。那相关的体育课，我们会请学校来调整到室内来上课哈。山顶另外一间学校是先伫教室内底放电烘炉，互学生袂因为伤过寒影响到上课的品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9个带病入境5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拢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对阴性转做阳性的，一寡人对社区影响会较低。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稳定落来，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2天就会公布放令商务人士入境的相关措施。因若讲到这居家检疫时间要缩短到10天，目前是一个伫咧讨论。新冠本土疫情2日增加5例本土病例，其中4例属于中高春酒唱歌群组相关个案三人是1992、7例的家人，分别是2017、2018、2023例，还有一位是住伫新北市新店30外岁的男性，2010例的阿兄，2023例拢是地处隔离阴转阳的案例。那这4例呢，都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亲友参加了在台北市聚餐及 KTV 的活动有症状，那再去采检，阴转阳。另外，台南增加个案是甲高雄凤山家庭群组炼油厂红地牛奶案有关系。2026是1986年的太太，迄当时拢红科的对社区影响较大。19732到台南去拜访客户，另外这家19862，这里面的家人今天又多了一位确诊。顶日指挥中心公布，新北加强版防疫旅馆增加1个护理师，2002例确诊，伊的基因定序出来是Omicron变异株 BA.1，也毋过数例甲桃机顶案件无同，是国内第13条Omicron传播链。还要再针对他的这个全基因的序列呢，再去跟他接触过应该说他在这个防疫旅馆里面有接待过，主要都是桃园机场这边落地采检阳性送到这个加强型防疫旅馆去继续隔离治疗的旅客面对国内本土疫情继续处于稳定状态，行政院也定调，未来防疫机关会渐渐调向正常生活来调整。有国内医师表示，热天进前可能会以边境开放为主，7、8月会有较明显的放量措施。不过，有爱注意中价加高风险族群的当前风险。你要与病毒共存，你就是要做到3件事嘛。第一件还是尽量增加疫苗接种率。第二个，你要加快这个可以诊断疾病的能力，是你要及早给他药品，让他不要变成重症。诊所啦或者医院的门诊会配备一些快筛，如果他一旦被诊断是新冠肺炎了，我们就给他口服药。那这3件事情做了以后呢，基本上整个重症跟死亡人数会降得很低。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这2天就会公布放宽商务人士入境的相关措施。另外，地处检疫缩短成10天，也在讨论。现阶段也是呼吁民众赶紧做疫苗，定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喙红爱挂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菲律宾进前有放令边境限制，咱的外交部也捌公告讲，若做过2档疫苗民众要去到菲律宾，只要提供48点钟内的 PCR 阴性报告，就唔免隔离。不过，即马煞有台商反映讲，去到位啊，煞去互要求讲爱隔离。咱的外交部表示，这是菲律宾机场无了解规定所造成的，已经甲菲律宾政府沟通啊。指挥官陈时中也搁再强调，菲律宾并无唔承认咱台湾的疫苗注射证明，台湾这部分也愿意甲菲律宾互相承认所谓疫苗证明。即卖各国新冠疫苗注射率提悬，未少国家放定边境限制，嘛包括菲律宾。外交部表示，民众若是有完整做过疫苗，只要有登记进前48点钟内 PCR 阴性证明，若入境菲律宾就免隔离。不过，有台商反映讲，伊2月初时去菲律宾，所要是去互要求讲爱自费隔离6天5暝。当地台商指出，确实是还未看到菲律宾发布相关的消息。哪些国家地区那的疫苗卡是可以被认可的？主要是要看这边发布的新闻，不然的话资讯面是有落差。他们公文还没发，因为或许是外交部已经有跟他们知会，他们这边公文跑的速度可能会比台湾慢很多。菲律宾并没有说不承认台湾的疫苗接种证明，那相对可能在行政程序上面还没有办法很完整，所以各有在时间上或个人的一个落差。但是以这个案件目前的发展而言，我们非常愿意跟菲律宾站在互惠的一个角度来互相承认数位疫苗证明。指挥官陈时中说明讲，菲律宾政府并无唔承认台湾注疫苗证明，可能是时间上有偏差。外交部进一步指出，菲律宾边境管制是以疫情的情形有春秋来调整，这是因为机场的人员无随去了解正确相关规定造成的。驻菲律宾代表处已经伫第一时间甲菲律宾政府严正交涉。
菲律宾政府呢，他们答复我们是他们很重视我方的要求，而且他们目前呢已经在规划采认我国的数位疫苗的证明。那他们有提出说，如果台湾跟菲律宾两国可以相互承认对方所核发的一个数位疫苗证明的话，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第一线人员呢，他还来不及也没有去正确去解读他们很快变动的这个防疫的规定。为着避免造成民众的困扰，外交部已经伫咧领务局的官方网站更新相关的资讯，嘛提醒最近有要去菲律宾的民众，若已经有完整做过疫苗，伫台湾、菲律宾完成互相先认做疫苗证明进前，也是先摕登记进前48点钟内 PCR 阴性的证明，而且先订好6天5夜防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全世界注射武汉肺炎预防剂注射率有到62%，已经有真侪国家拢宣布讲要来解除封锁啊。亲像英国首相强森也宣布解除防疫措施，这确诊者也唔免隔离。因来讲到纽西兰因3月中会解除社交距离甲预防剂强制令，咱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国内3月会豆豆啊开始放令，大先开放国外的商务人士会当入来到台湾。实施2年的防疫措施就要结束啊！英国首相强生20正式宣布解除防疫措施，民众若是确诊为24了后，就免自我隔離，免看疫苗护照，嘛袂追踪接觸者。If you're a fully vaccinated close contact or under 18, you will no longer be asked to test daily for 7 days. And if you're a close contact who is not fully vaccinated, you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self-isolate. 伫南半球的纽西兰，持续有民众抗议政府的疫苗强制令，有示威的活动，而且伫咧国会外口甲警方爆发冲突，有8个人互抓起来。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等我3月底 Omicron 疫情高峰期过了后，会解除疫苗强制令甲社交距离的措施。We all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life was, and we will. I suspect sooner than you think. 英国宣布会完全解封，确诊者免隔离，会当出去买物件、搭大众运输工具甲上班。澳洲嘛为2日开始对外国旅客开放边境，完整做过疫苗的人就免隔离。因日本是缩短居家检疫的规定，开放商务甲留学生入境。另外，以色列放令入境的规范，无做过疫苗的人嘛会当入境。不过出发进前甲到位了后，爱做 PCR 采检。纽西兰按算3月中下旬会解除禁令，解除社交距离甲疫苗强制令。因咱国伫咧过年了后的3礼拜，疫情稳定，可能伫咧3月份会当豆豆解封，而且开放商务人士会当入境。经过3个礼拜严格考验，证明我们都在可控范围内，兼顾防疫及生计生活，我们逐步解封，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同时让商务人士能够进来。苏贞昌强调讲，伫咧2日的扩大防疫会议，已经要求指挥中心都要兼顾防疫甲生活，豆豆解封，让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宣布讲，本地规划做家人的轻便铁路，即马改做是家人捷运正式定案啊！家人捷运会甲台北捷运的南港站，也有一个代替高铁的南港车头接做伙，若准顺利，这10年后就会当通车。家人有3城市的民众需要通勤往回台北上班或者是读册。交通部讲，代替树林到七堵，车帮已经满啊。接访的时段1点钟虽然有5班至6班车，不过离访的时段1点钟敢若有1班至2班。地方机台有更较好通勤的服务。再去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地方视察，正式宣布要推动家人捷运啊。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不只是轻轨变捷运，路线有共识。家人捷运为南港站到八堵站有16.05公里长，沿线13个车头，经费差不多是425亿，中央负担7成7，按算会甲石冈线、甲台北捷运接起来，成做800基捷运路网。环岛这个铁路网的部分也可以顺利的来跟台铁跟高铁来做一个衔接。家人捷运是采中运量，1点钟会当提供16班车的服务。有家人市民是讲真期待。不过，这个要去台北补习的民众讲，坐捷运要接去台北南港，对伊来讲也是搭客运比较方便。直接去旁边搭国光了，而且国光也是40分钟就到台北火车站。除非你是南港高工的学生，不然
学生也不会去打吧。另外，嘛有在地人问讲，开遐尔侪钱，敢真正有符合效益？基隆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啊，那现在的交通网已经够用了，你再花这么大一笔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妥。我觉得是可以有更好的运用。根据交通部铁道局的规划，基隆捷运按算明年4月份提报行政院核定，若有顺利，同一个时间会当通过宽屏的审查，嘛开始做设计，按算用9年的时间来设计施工，伫121年4月份，也就是10年后会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陈建仁已经伫咧去年底接受总统蔡英文的邀请，申请加入民进党。敢是因为陈时中要去选台北市长，陈建仁要来接防疫指挥官咧。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无要换指挥官。另外，那也找立委鲍坤基来换选战，引起党内反弹。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党内相达是上界大危机，呼吁大家要爱团结。我们实际上预防接种呢，跟病毒的突变呢，是在做时间的竞赛。副总统职务留任的陈建仁，登去中研院专心学术工作。即马传出陈建仁已经伫去年底申请加入民进党，推荐人就是总统蔡英文。民进党正式入党相关的审查进度正在进行，也引起是不是为了参选台北市长，还是接任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部长做得很好，现在在位置上并没有要换指挥官。陈建仁副总统学养技丰，对国家贡献很大。他愿意加入民进党，相信全党同志都会热烈欢迎。那至于很多的职务，以现在陈建仁前副总统的高度，他什么职务都可以担当。是不是要参选台北市长？陈时中也是无讲白。外界认为，陈建仁这个时阵是民进党上强的话题，会当让陈时中安心选举，伊来接防疫工作。民进党已经开始布局，国民党也积极备战年底大选，找前花莲县长鲍坤基负责协调选情策略。不过引起党内质疑的声音，有人批评是请鬼提药单。我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民进党的恐惧，对党内。我概括承受，对民进党的攻击，我一肩承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否则的话，这个民众很多人开的玩笑哈，说我们要叫内斗党，或者是韩国瑜市长开个玩笑说我们要叫螃蟹党。朱立伦表示，内部相达已经是上大危机，呼吁团结。党中央找律师团宣誓要做所有执政县市首长的后盾，抵抗民进党的司法对杀。另外，鲍坤基强调，伊真了解要安怎甲民进党拼选战，伊唔惊挑战甲牺牲，一定要完成使命，让国民党得到最后的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廉政署今早起阁去搜查宜兰县长的官舍，县长林祖苗甲各位一级的主管，拢临时搬到去县部会议。根据了解，农业处长康立和、交通处长黄志良、甲财务局长罗天良，拢去访约谈啊。专案可能是甲农地的土地征达税备案有牵连。几个廉政署的人员去宜兰县府官舍，查扣一箱一箱的物件，连电脑主机嘛做伙搬走，甚至还阁甲县长林祖标带倒转去，还阁约谈因第二后生林佑德，甲查某囝林佑玲等人。县长在里面吗？林祖标2日去检连搜查，原本早起有县部会议，不过伊无出席，临时改由秘书长来主持，包括交通处长黄志良、农业处长康立和、甲财税局长罗天良等等一级的主管，嘛拢总无出席。看起来是跟税有关，那跟农地有关嘛哈。那之前我们也提过，在罗东公正段1558地号、1546地号有3笔这个买卖。我们称之为这个自己卖自己的，每坪20万，那么来拉高地价。那可以简单透露一下吗？检方侦办宜兰县府涉及假钱的备案，顶个月大动作搜查，透明讯问林祖苗，先后无报请回来做被告，即届阁搜查县府官舍。检方敢若讲是继续伫咧调查宜兰县府等等相关土地的备案，接续会传讯涉案人到案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每一个囡仔拢是爸爸妈妈因的心头肉。台中有一个顾婴仔中心伫去年传出虐待婴仔案件，这个案件到当时一直逼出来，有去互苦毒的婴仔，这10个内面，恐惊有8个去互虐待。受害家长也讲，无法度接受台中市政府的处理方式，认为社会局伫咧暗藏代志。画面内底一个囡仔蹲伫咧哭，老师一个过来，都甲伊踢牛铃喙啊，接续直接甲毯啊砍伫咧即个囡仔的头壳顶。即个囡仔的喙甲鼻是拢互翕掉咧，已经逼出来几啊天的台中南屯华兴托婴中心苦毒囡仔的案件，即马新的监视器的画面佫互公开。即个鼻甲喙互翕掉的囡仔，因家长表示，托婴中心的案情一直有新的证据出来，也让官方处理的态度，社会感觉真好接受。一直把案子压下来，甚至现在还有社会局一直想要，就是类似像官访，想要安抚我们，但是我是有要求说。请他们会同全部的家长一起出面道歉，看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说明。华兴托婴中心苦毒囡仔案件，18个家长出面指控讲，台中市长罗秀燕迄天开记者会会时咧，讲会提出调查报告。社会局22表示，经过调查监视器的画面，发现除了已经有受理的2个互苦毒的囡仔，佫查到有另外3个囡仔，那像是嘛受到无适当的对待。另外，佫新增加2个托育人员涉及行为不当。拢总有3个人涉及苦毒囡仔，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那些碰到的这个违规的事情，或者是违法的事情，大家都有看到，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做核对，来进一步的来惩处。不过，另外一个家长指出，为因掌握到的监视器画面来看，迄个班有10个囡仔，至少有8个拢有受到苦毒的情形，怀疑社会局涉案。到当也有部分的家长无收到官方的说明。我今天早上都还有问到其他家长，他说没有啊，包含我个人，社会局也没有打给我。你能解决，你有诚意的话，你就直截了当的，该处理大刀阔斧的处理。目前已经有几个家长去警察局报案，社会局强调讲，未来会加强稽查通报事件影像的记录，提悬访视辅导的频率，也有采发的经验，而且会委请资讯专业人员介入，伫第一时间把证据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检警有去查到一个生出主嫌所带头的犯罪集团，因长期以来甲北部、中部营建的废弃物载去台南，一寡大屯的土地国有地价私人土地乱倒，计共有77000多栋。若阵一寡废弃物全部要甲处理清气，恐惊要开到10亿遐多。检方也甲主嫌等18个人起诉，希望法院就要甲因判甲重。空气画面记录国有地、台糖地互非法掩埋状况，每一个坑拢互囤积营建废弃物。载满营建废弃物的拖车一台刷着一台，先透过无线电，甲顾问的相关确认安全了后，才由对方开启管制门，互车辆入去。检警看司机形式压制相关，顺线找到怪手顶东基区，沿着东基区的下面开挖，找到废弃物。总共的掩埋的体积那初步估计大概是77000多立方公尺。初步计算它的这些废弃物的清除处理费用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亿元。台南地检署调查2020年12月麻豆区土地荒倒废弃物一案，发现汤园也有北部废弃物违法滥送的状况。两边比对发现，这个犯罪集团以每车4至5万的代价，替北部、中部厂商处理营建废弃物，运往台南新市、麻豆、安定、嘉义等4个行政区的大汤地、国有地也是私人土地掩埋。荒诞的区域77000多栋的废弃物换算落来，大约有66个篮球场遐尔大。相关的行者跟采伐之外，我们有意将科予污染土地清理者责任。他们在离开之前，其实会把现场都恢复原状，然后还有人专门在现场负责扫地。有一条轮胎痕，他们没有扫到。为了避查处，这个犯罪集团掩埋了后，拢会派人摒扫环境。所前迄天拄好有轮胎痕无清理，交互检警顺利发现掩埋场。当然，地检署表示，掩埋的废弃物若要清理，爱开10亿。认定主嫌在内18人严重危害环境，将因以非惩罚起诉，国建请法院中当量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利益当地，因的西南部有一个乌金的炭坑发生大爆炸，上部有6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初步认定爆炸意外是乌金所用的化学药品引起的。
大爆炸意外发生伫布吉纳法索南部普尼省的金矿附近，四周围已经有封锁线，现场如苍苍，一寡罹难者遗体已经放假无法度辨认。Le site, puis voir de faire recours à des volontaires pour nous aider à évacuer les corps. 第一个大爆炸伫当地时间日下晡2点发生的，随后阁发生真侪个爆炸，受伤的人互人紧急送到附近的病院，病院无法度收伤侪伤患，一寡人刚来当伫院外等待，急诊室内底也未少伤患凊彩倒的等待治疗。但是这个爆炸原因初步研判，真有可能甲处理金矿的化学药品处理不当有关。Probable d'après que c'est des explosifs. Voilà. Maintenant, bon, comment c'est arrivé là, pour le moment, on ne sait pas. 布吉纳法索是伫非洲西部内陆，也是非洲金矿开采成长速度上紧的国家之一。目前是非洲第5大黄金生产国，全国差不多有150万人，包括一寡囡仔在内，拢投入采矿行业。2019年的产值是20亿美金，差不多560亿台票。这个矿场也是当地盖达组织用来课税甲招募新人的重要据点。估计这个国家差不多800座小型金矿场，开采金矿大部分是走私去邻国多哥贝林甲尼日这国家，因为欠缺安全规范，所以包括非法使用爆裂物，致使到小矿场充满危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伫咧乌克兰的东部有2个所在是比较较支持罗西亚的，所以罗西亚总统普廷支持1就承认这2个乌克兰东部地区是独立的共和国，甚至讲要派兵入去进驻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亲像这款的欢喜感官也未受到国际认同，而且对乌克兰来讲，这只是罗西亚的手伸入去乌东地区的一个借口尔尔。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维持领土的完整，欧盟甲北约也拢出声谴责，讲要制裁罗西亚。俄罗斯的电台一放送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2个亲俄罗斯势力的领导人去克里姆林宫，甲总统普廷求援的消息。过无偌久，普廷就召开安全会议，甲高层的官员讨论要安怎应用的措施。几啊点钟了后，普廷伫电视发表1点钟的谈话，签署文件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的实体，而且派军队进驻进行维和。Сч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ринять уже давно назревшее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изна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шу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ддержать это решение, а затем и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ть договоры о дружб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с обеими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普廷也表示，从奥图曼帝国的历史算起，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甲精神世界袂当分割的一部分。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或者是更较准确来讲，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的。面对熊熊来的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半暝嘛出面作出回应。Ми на своїй землі.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го не боїмося.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му не винні. І ми нічого і нікому не віддамо. І ми в цьому впевнені. Бо зараз не лютий 2014 року, а лютий 2022. Інша країна, інша армія, одна мета – це мир. Мир в Україні. 美国总统拜登随甲泽连斯基通电话，强调讲美国支持乌克兰维持领土的完整，而且嘛宣布对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2个所在实施经济制裁。欧盟甲北约嘛做伙谴责，而且准备对俄罗斯施行制裁措施。联合国安理会是由副秘书长迪卡洛紧急召开公开会议，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而且表示重大冲突的风险确实存在，需要尽一切代价来预防。另外一方面，顿内刺客却是有居民伫路领亚俄罗斯的国旗，放烟火庆祝独立的事实，总算得到大国的承认。Непередаваемые ощущения, незабываемые. 8 лет шла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и вот мы уже наконец-то 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瑞士信贷银行去互外国媒体也做摆台，讲因对1940年代开始，这瑞士信贷银行有上千亿的非法资金来到这，可能是协助这客户逃走税甲犯罪。一寡客户名单也包含着独裁者、受国际制裁个人甲团体。不过，瑞士信贷银行说是唔承认媒体指控。 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最近互人讲协助倒漏税甲犯罪，一个检举人向德国南意志部提供1940年至2010年中间超过3万的客户的销户资料。伫国际调查报道组织犯罪甲贪污举报计划1947间外国媒体展开将近1年的调查，最近公布结果，发现瑞士信贷银行经手金额超过1000亿美金，客户的名单包括侵害人权、受制裁的个人甲团体，甚至还有罪犯。这原来意外公开瑞士信贷银行好亲像协助客户逃税甲洗钱者犯罪行为。 Among the most notable names. King Abdullah of Jordan, who had deposited a sum of over 230 million euros, the sons of former Egyptian dictator Hosni Mubarak, and the accounts of his late intelligence chief Omar Suleiman, who had been accused of torture. 瑞士信贷银行去年也过了几60亿美金，这个月初佫卷入保加利亚欧洲党的毒品案，涉嫌协助洗钱，去互人起诉。这是瑞士第一间面临刑事指控的银行，名声大受影响。 伫文件公开了后，瑞士信贷银行遂发表声明否认指控，表示公开的银行账户有90%以上拢已经无啊，强调银行伫过去积极打击金融犯罪，反对媒体抹黑。但是欧洲议会是出现检讨的声音，呼吁重新评估银行的做法，甚至无排除将瑞士列作高风险洗钱国家。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讲到非洲国家也是真无平静，亲像北非的摩洛哥，民众不满这物件一直起价，去到议会大楼的外口抗议政府不灵。东非的苏丹共和国有民众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变的军政府就要甲权力还予民众，想袂到军方竟然用催泪加速，要来甲示威的民众赶走。 手地飘语，大声喊不满。北非摩洛哥王国当地时间20爆发示威，首都拉巴特议会大楼外客满民众，爱政府想办法来解决物价一直起的问题。 أن الدولة تقولت وتجبرت ضد المغاربة والمغربيات ومست أرزاقهم وبالتالي نقول للدولة المغربية كفى من السياسات اللاشعبية التي تستهدف جيوب المغاربة وتستهدف إدلالهم 民众特别选伫2月20抗议，因为这天拄好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民众发起改革示威的11周年。除了要求政府压制物价，因也要求抵制暴政、贪污，放弃警察王国。不过，摩洛哥政府是回应物价起价甲可汗秩序着作物欠收，疫情也有国际油价起价有关，已经拍拼减轻民众的负担，也拨钱来支持农业部门。 镜头转来东非的苏丹礼拜甲拜一连续2天，拢有几多千个民众上街头抗议，爱军政府交出权力，释放异议分子，并建立文官政府，领导苏丹走向民主。 وناشد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يخرجوا كلهم لإسقاط الحكومة الدكتاتورية، الحكومة تحت الغم تحتغل الثوار، تحتغل كل من يمشي ضدها. نحن لن نستسلم، حننتصر إن شاء الله。不过和平示威的民众说服安全部队用催泪加速赶走。虽上苏丹去年10月发生军事政变了后，街路差不多每天拢有抗争。不过军政府采取真强烈的镇压手段，除了用催泪加速，佫真正可乘，甚至传出有军人侵犯示威女性。 苏丹医疗组织指出，抗议到今也已经80多人死亡，超过2500人受伤。联合国呼吁进行调查，军政府是回应权力安怎移交，爱先有全国共识，承诺明年举办选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教育部目前正在规定高中生伫学校的上课时间，甲这学生家己决定敢要参加早自修。其中这早自修甲第8节课拢是袂当考试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早自修含第8节课是袂当考试的规定，也会施行到各中各校。 甲油滴入去洗碗前，再搁用清水冲洗。7年级的学生囡仔为冲出来水质是毋是透明，来分别是毋是有石油衍生物。这是台北市民族实验国中的特色课程之一。
我们在看那个如何保护我们的水资源。以生态做办学特色，民族实中一礼拜也是35节课，按过按照实验教育法规划课程，有更较侪做法。学生囡仔逐工7点50分前到学校，早自习无考试，第8节无强制留落来。但是我们有考试，但是这个考试说，如果你回家是什么有补习班或者有安亲班之类，就是可以直接放你走。我们都很自由，就是如果你可以在这边就发展你想要的兴趣，就培养兴趣，或者是说你想要读书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就比较强调自律。9年级的学生是讲，直接有真大的自主空间，面对升学压力，会家己要测验惯练习。校长是讲，民族实中考试无算济，尽量伫课堂顶进行非纸笔的测验。不过，这伫一般高中要安尼做，无遐简单。课程的压力上面比较大，那因为现在科目太多了，可能学生在尤其到国中阶段有一些思考的那个内容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很多学校都会加强课程。所以他第8节上课的状况、测验状况真的是算比较频繁。虽上早自习袂使考试，第8节袂使教新进度，早就是教学正常化指导项目。根据监察委员叶大华去年公布，教部推动中小学教学正常化10年的调查报告，47.73%的中学生反映，早自习休档也是摒扫的时间，会用来上课也是考试。有国中校长是讲，上课时数都是遮济，即马早自习考试也无列入成绩，若做全面禁止早自习，也是第8节评量，难保对学习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伫咧变化，查甫应该爱平悬平大。劳动部今仔日发布一项资料，讲去年查甫甲查甫一年所赚的薪水，即女性就爱做平人平查甫加做58工，才会当平济。劳动部也讲，主要是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女性较侪是伫咧餐饮业，男性较侪是伫咧制造业，才会甲这薪水救开。就是可能日期，然后我们倡议的内容。甲女同事同齐讨论文宣内容，逐工拢咧拍拼研发新的文案。犹如甲内选伫工作上互相斗相共，也会甲男同事语期共同讨论研发议题。工作配合真好，访问到男女共款工作无共款薪水的议题，因拢感觉，若讲工作性质共款，却因为性别差别，提出薪水无共，其实真不合理。我没有去印证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发生，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也是觉得也不太公平，法规在动，但是就是如果资方就是还是在压榨劳工，那其实也是很多这种状况。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未来在升职的方面，可能主管或者老板比较倾向，以男性为主来作为升迁，那自然他的薪资自然就会平均来说会比较高。依照主计总处2021年的薪水统计初步结果，女性的平均时薪304块，只有男性平均时薪361块的大约8成4。掠算产生的2022工休日是2月27，代表女性需要比男性加做58工，才会当达到同款的年薪。因为外贸畅旺带动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时薪有一个比较大的扩增，男性的受雇员工占比是比较高的一个业别，就造成了这个两性薪资差距有扩大。劳动部强调，因为疫情影响，地属女性从业为主的餐饮业，无薪假济，时薪也受到影响。也不过男性为主的制造业，颠倒是因为提经济发达，外销真好，时薪增加幅度大，有大两性的薪水差距。特别针对女性会被影响的行业，你要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可是蛮遗憾的是，去年我们其实5、6月就在讲这件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影响评估。那你除了很消极的每年在等这个同酬日，你有提出什么样可以拉近这个两性薪资的一个政策吗？妇女团体批评，当初疫情严重，政府想要纾困，却无做性别影响评估，针对女性会受到影响的行业做出有效协助，才会提出这波疫情之下，女性的薪水明显受到影响，也有大工休日的天数。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开放有300种的猪肉进口，部分县市要用自治条例的方式，要求管区内面的产品袂当检出300种。不过，这自治条例去互行政院宣告无效。台北、台中、台南、嘉义的市议会拢因为安尼生声切实现，今仔日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中央开放有来这猪肉进口，部分县市以自治条例的方式要求家己县市的产品袂使验出来这，但是行政院认为甲中央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冲突，宣布无效。台北、台中、台南、嘉义市议会申请释宪，支持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庭。有关食品安全的部分，
既然连具体的法律也有提到说，主管机关是包含了中央跟地方，那当然地方也有权利来就食品安全来做管理。在台湾的猪生产不能够有这个检出莱克多巴胺，但是美国的猪却可以。对地方自治条例的立法机关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违反平等原则、违反比例原则的一个规定。这摆实现案主要重点包括为食品残留农药、动物用药设定标准，是毋是中央专属的事项？地方政府敢会使家己定标准？也有地方政府禁止内地敢有违反国际法，造成无益障碍？依据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跟证据，也有考量到脆弱族群的这个摄取量，他已经考量过各种族群、性别等等，其实都已经能够涵盖各地的差异性。地方它其实并没有提出科学证据来说明有什么样的特殊脉络，那它需要制定这个更严格的标准。国际义务的履行不能够以国内的这个法制的分配来干扰，或者是来拒绝履行。申请实现的地方市议会主张，各地方有权利因为食品安全订定地方自治条例。不过行政院甲卫福部强调，国际贸易相关政策是中央专属的事项，针对来这嘛无地方政府制定标准的需要。双方伫辩论庭展开攻防，司法院表示会搁再宣布实现结果的公告日期。记者郭炳军随台北报道。那查甫查某病悬病大，一个家庭会当有2个爸爸、2个妈妈。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却有300-400对加济外国人交往的同性情伴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讲国内阻界同性婚姻的，若准是交往的外国人，因的国家法律无允准就袂当结婚，两方是袂当同婚，甚至是第3国登记结婚，无法度用移亲的方式留伫台湾的也是袂使。监察委员认为讲，这制度就是一种性歧视。司法院伫去年才提出修法草案，不过民间团体却认为政府的卡掌太慢了。想要一起生活，就必须跨越申请工作签证、投资移民这样的高门槛。强调爱无国界，咱国通过同性婚姻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国家，不过也是有300-400对跨国同性伴侣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监察院公布跨国婚姻调查报告。跨国同婚面临3大问题，分别是袂使甲无承认同婚国家的人士伫台湾结婚，袂使2方同婚，也甲伫第3国结婚，也是无法度伫台湾移亲居留。我们还用那么多的行政程序来卡他们哈，其实这也是让人家很泄气。然后现在又说要修法，一下子说依涉外民事法46条准用，可是现在又不行了，又要修两岸关系条例，所以我们觉得陆委会到底他的立场在哪里？到现在我们摸不清楚。因为司法院虽然做出释字第748条解释保障同婚，不过含糊内政部依照涉外民事法第46条，个人甲无承认同性婚姻国家人士有同性婚姻关系无被承认。对这项代志，司法院去年提出涉外民事法第46条修正草案，正定排除无承认同性婚姻的外国法令。不过草案也搁伫行政院，目前2方同婚也无允准。监察委员是讲，行政院甲陆委会用行政措施阻碍同婚。是制度性侵袭。那目前我们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未来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啊，能够修到这个争议最小。立法的部分其实也是延宕了非常的久。那就算其实，所以我觉得监察院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那你在修法还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之前，是不是可以用行政的配套先来放行？监察委员是讲，2方婚姻成立要件依照行为地法，同性伴侣应该当直接去行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呼吁行政院、司法院爱成全，赶紧完成涉外民事法修法，并放宽已经伫国外登记的同性伴侣，也是同性婚姻者来台湾移亲居留。行政院当地研究配套措施加影响评估，要持续沟通，伫各项法制会当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迪化街有一间2工病院，是日本时代2位姓江的医生所开的医生馆，内面还阁保留迄当时的空间。台北市文资大会认为真有历史价值，伫昨就指定做市定古迹啊。
无详细看，未发现台北市德发街的永乐市场斜对面的两间病院，1923年日本时期是由2位姓江的医师江景琴甲江立拓同齐开的病院，1楼电话卡的条啊有牛腿的砖塔，正面也保有两间病院的历史，见证德发街的医疗历史。台北市文资大会利益认定有高度历史价值，指定为市定古迹。4柱3窗，那1坎2进1过水，那里面呢其实保留了很多原来的这个原先建筑物的一些样式，以及他们在开业期间的一些设备。建筑物内部保留日本时期内华区病院的纪念空间，经过特别设计的天窗，里头会经过四角形的采光装置，为2楼通到1楼的手术室。厝内也保留当时的插座架景图啊等，也毋过两间病院的土地甲建筑属于无共的所有权人。2020年审议高达，双方也来沟通。这个建筑物啊，它已经无权了在使用这个土地。2年前在地方法院的时候，我要请他协调，他不想，他不协调。哦，他抗拒协调，所以地方法院已经裁定。这个要拆完地，我把他的房子的这个产权那个买过来，然后把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因为建筑物所有权人人数真多，加上产权复杂，文化局也将其中协调，希望会当量早将建筑物修复，开放民众参观。记者综合报道。文学纪录片《因地都市写作》用电影规格来记录台湾文学家的创作生涯。到今已经推出13部纪录片，今年又再推出第3系列，会用5出影片来描写这位作家在因人生当中继续创作的文学之路。他一定要有时间回到他的书桌。文学家吴声伫中华庄仔头世界行踏。写出真侪有乡土情怀的作品，伊的生活甲伊所写的作品，即马翕做纪录片，伊要少年。超过100天的时间都在他的监控之下，257，要真的只留下257分之一，这样真的是太辛苦，太辛苦。文学纪录片。因伫都市写作这个系列，今年推出第3系列的5期新的纪录片，其中也阁锁定文学主角的故事，描写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姊妹啊，也阁因爸母看这个文学家族是安怎开机散叶。其中因爸母的纪录片《袁美勇》是朱天文担任导演的。没有他们的影音，没有画面，看素材跟剪接的过程当中是掉到一个绝境里头。幸亏他写了9个月的一个来台日记，一个是我父亲跟我母亲的通信。跟这一些作家谈，尤其是他的理念非常强的作家谈呢，最后都擦肩而过这样。台湾文学环境里面百花盛开啊，有很多值得记录的这个美好的事物在里面啊。那我们试试看吧。因伫都市写作这个作品，从2011年推出第1系列到今，已经经过10多年啊。这个期间有13期影片上市。第3系列利用5个作品来描写文学主角朱西甯、刘慕沙、朱天文、甲朱天心因这家伙啊，也有吴声、戚丁生甲杨迪的人生，也有文学创作的过程，期待华语文坛重要的经典甲美好的价值，会当以纪录片的方式好好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二二八事件到今，也有真侪真相到今是还未找出来。有民间团体拍算伫228这天，要带保起团体对天马地磅出发，一路念诗祈祷了解历史。因也希望政府早一日甲维权上阵拆掉，落实转型正义。天公伯啊，看命归心，雨甲血难地老。用无声的手机读这首台湾文学家陈明仁写的诗《1947寒冷的春天》，表达对维权政府压迫的噤声甲无奈。虽网落雨，不过民间团体也是特别伫咧蔡市怪舞蹈社办228纪念行动进前的记者会，希望政府落实转型正义，起造新台湾。找出真相，
追求加害体制。第二，听度维权为臭头仔庙甲自我开始。第三，对抗中国，反抗中国帝国主义，起造台湾的新国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台湾教会公布，35年的今仔日刊登有关228相关的报道。后来迄个时阵的警备总部怎甲遮的报纸没收？迄个时阵的执政者，就是即马咱的政府咧纪念的蒋经国。包括追究加害体制的责任、态度、维权上顶，甲对抗中国帝国主义，这拢是这届纪念行动的主要诉求。民间团体表示，这届是第6届行旧路，唔但会有超过50外个民团来参加，也会用客语甲台语念受难者的名。即阵也已经超过30个台语囡仔来报名。咱嘛要未来，咱要开会，咱要结果，想讲互囡仔自细汉，因唔免像过去安尼有耳无喙。也当来了解咱台湾人的历史是啥物。民间团体表示，228早起会对天马地房、台北放送局，佮行到行政院，希望济人斗阵行，期待台湾人对苦难的记忆会当有行到真做新台湾的迄一日。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高雄的春美歌剧团甲金曲演社做伙合作的雨中戏台，一个拜6礼拜会伫咧画府营演出。这出有融合着歌戏、现代歌舞，也个现代剧，互咱会当看到台顶台骹的戏班人人性。人命受尽甘是天理，为囝应该牺牲所有意志。春美歌剧团的郭春美，因为《雨中戏台》这出戏，摕到团艺金曲奖最佳演员。伊查某囝孙凯琳嘛摕到新秀奖。即马《雨中戏台》转来高雄演出，母仔囝当台演出母仔囝有真侪对手戏。我甲你2个兄妹啊，手甲遐大汉，你就是看我遐无气。你敢知我自细上间痛苦的代志，就是做梦叫我写我的母亲啊！这出戏是春美歌剧团甲金枝演社头摆合作，讲的是导演王英如甲因老母，嘛是戏班演员月下的故事。甲戏班上实在生活搬到舞台顶，嘛回顾歌戏的变迁。有冲突啦，有和解啦，有时间上的，甚至还有时代的背景啊，这样歌仔戏的变迁啊，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主角郭春美一出戏就换10几套衫，伊嘛是第一摆伫台顶演查某人，对伊是真大的突破。佮为少年，佮做甲老，然后不但恢复努力心，佮爱甲查甫人塞奶我拢3条线了。规出戏融合歌戏、音乐剧甲现代戏剧，跳脱传统，嘛是歌戏下届的新创作。记者陈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15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16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1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5度到1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